哎呦，你看阿若姐姐今天这神气劲儿，阿若姐姐好。是啊，你看延禧宫的可算得意了。阿若姐姐好。哎，贤妃娘娘得宠。阿若姐姐，阿若姐姐好。你看这下人都跟着神气了。阿若姐姐好。干你的活儿。您好走，仔细抬劲儿。仔细捧着你们手里的东西，那是皇上特意命内务府送给咱们主的，看谁敢马虎。主，这是内务府新送来的料子吧？看着就比从前的好多了。一路上捧着皇上的赏赐，够得意的吧？这宫里的人啊，最势利了，老看着我们低眉搭脸的，还不知道背后怎么编排呢。就是因为他们太势利了，得不得宠他们会不知道，别自个儿显摆在脸上。这几件大毛的料子原是不在份例里的，是内务府特别孝敬给主的。阿若姐姐，这里有2件青多罗尼羊皮领袍子，1件玫瑰紫的灰鼠皮袄，还有1件洋红棉绫凤仙裙。这是内务府特别孝敬给咱们的，我再三问过主，可以收才收下的。那些人，奴婢知道，那些人的眼睛可比刀子还尖呢，什么都看得真真的。皇上常来，奴婢也替主高兴。越是高兴，越不能露了声色。好了，快年下了，去换了衣服吧，穿上也喜庆些。奴婢多谢主。你们2个1人2件。那若姐先挑吧。主，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，您去瞧瞧。主，这是皇上特意派人送过来的，可真是好看呢。人还未到江南呢，绿梅却先到了。皇上记得我最爱苏杭的绿梅。人生贵在两心知，不就是彼此惦记着对方的一言一行吗？主喜欢什么，皇上就赏什么。皇上啊，都用心记着呢。您瞧，这苏杭的绿梅多难得呀！两心之间梅香一缕，绿梅难得，皇上的心意更难得。三宝，把这绿梅挪到后院去，好生照看。这，还有，不许出去张扬，更不许跟咸福宫的人发生争执。这是，奴才们都谨记着呢。如今看来，皇上先前登基时冷落着贤妃，多半是顾忌着太后。可如今，娘娘，王亲也来回过话，让您务必防着贤妃。你还是提点着点王亲吧，小心他自个儿，他可是得罪过贤妃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害怕，才想要依附娘娘啊。他巴结本宫，也巴结贵妃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如墙头草一般，跟本宫不是一条心。可他有用啊。他是有用，可是王亲刁滑，不好笼络呀。主儿，刚煎的药，赶紧趁热喝了。没答应。臣妾无脸见皇上。脸伤的再难看，朕也看过了，还怕什么？臣妾无颜见皇上，一是伤了脸面，二是怪自己鲁莽，顶撞了贤妃娘娘。哼，你顶撞过的人可不少啊。让朕瞧瞧。被贵妃张嘴伤了脸，也不事先告诉朕。臣妾自知命贱，顶撞了贵妃是不得已，都是爹娘生的，不愿平白受她羞辱。不过臣妾不愿告诉皇上，也是为了脸面。自己做错了事，自己就该受着，替皇上找麻烦，那臣妾成什么了？
但到底找了皇后哭诉啊？臣妾被打那日，皇后就维护贵妃。如今，臣妾就是要让皇后知道，她维护的贵妃是多么的狠毒。但那药膏是苏炼替你拿的，难道你没有疑心过？臣妾还疑心是皇后指使苏炼呢。可皇后要为难臣妾做什么？药该容不下，也该容不下贤妃。住口！皇后岂是你能议论的？臣妾知错，可臣妾也有怨气。出身低贱，还想做皇上的女人，是被人瞧不起。可是挨打也是受罚，臣妾也认了。为什么还是要被人暗害？你出身低贱，还被朕宠幸，反而让你艰难了。历来要做皇上的女人，非得出身高贵才算名正言顺吗？略微低贱些就要受人欺负，臣妾不服。本想来安慰你，可你并没有哭哭啼啼的，倒是难得。这样吧，朕便告诉别人，便是出身低贱，只要朕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就没有人可以说什么。臣妾一定尽心尽力。把伤养好了，养好之后再来侍奉朕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吓死奴婢了，原以为皇上是来兴师问罪呢。才不会呢，皇上最不喜欢旁人觉得我低贱好欺负。主儿您瞧，现在这事儿闹得天翻地覆的，贤妃固然是洗脱了嫌疑，可贵妃和皇后也不能完全清白。太医已经给主面上上了药，主儿就别碰这些白花丹了，奴婢拿去丢了吧。我此生的荣华富贵都是主子给的，还怕舍不得这张脸？我原本也是个没脸的人，撒泼撒娇，什么都得会。主儿别这么轻贱了自个儿，您受了委屈，这皇上不是照样宠您吗？我得多谢主子提点教诲，只是挨几个耳光，皇上是不会偏袒我的，非得伤得可怜，皇上才会动怒，又得主子安排满子出手顶罪，我可不能白白的被贵妃给打了。主子说了，一定会治好您的脸，不会耽误您的恩宠。苦肉计，贵妃会使，我也会。这些衣裳都是皇后吩咐内务府进献的。皇后掌管后宫，克勤克俭，对您倒是恭敬孝顺。皇后能有几分真心？不过是近来宫里接二连三出事，她惹了皇帝不痛快，更得在哀家这儿做出孝顺样子，也好在皇帝那儿讨个好。也是没答应得力，虽是得了您的提点，她也真敢把白花丹往脸上抹。她这一闹，自个儿的恩宠更稳固了，也打压了皇后和贵妃，可谓一箭三雕。只有后宫这池子水浑了，哀家出来主持才名正言顺。是呢，只是贤妃渔翁得利，如今更得宠了。皇帝已经冷了贤妃这么些日子了，哀家也不必把皇帝逼得太紧。今日是新年伊始的好日子，何空陪太后宴饮，太后一定欢心。长辈们都爱热闹。今儿是大年初一，奴婢给主儿请安。愿主儿大喜大福，荣贵平安。这些吉祥话你最会说了。今儿来晚了，是不是打扮呢？都是主儿赏赐的东西，奴婢看今儿是好日子，自然要穿上。索性，你不是也有2件吗？你怎么不穿？
冬天的衣服总是要换洗的，就都给了阿若姐姐了。是吗？不是说好了每人2件吗？你怎么都占了去？奴婢想着那些衣服太艳了，索性恐怕不会喜欢。你问过索性了吗？去把衣服还给索性。是。主不必替奴婢出头，让阿若姐姐难堪，奴婢怎么样都好的。阿若的性子就是这样。我知道她明里暗里一定给你不少委屈，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我向着你是应该的。主啊，奴婢谢主。瞧瞧你们这些蠢笨脑袋，还学人家簪红绒花呢。西瓜顶上簪花，说的就是你们这样的。赶紧给我摘了干活去。他就这性子。是啊。儿子请皇额娘安，愿皇额娘颐和长乐，福寿绵长。臣妾请皇太后安，愿皇太后令得长寿，万福聚齐。孙儿请皇祖母安，愿皇祖母福寿安宁，岁岁金朝。好，好，都起来吧。谢皇太后。宫里一团和气，哀家看着也高兴。都别守着规矩了，各自入座吧。孩子们，过来，来，到皇祖母这儿来。好些日子没看到你们了，让皇祖母好好看看。哎呦，真乖。话说，皇帝已经有3个阿哥了，公主只有景色这一个，也是金贵。皇上是疼3公主呢，所以一登基就封了固伦和庆公主。历来公主都是出嫁之后才有封号，皇上这般疼爱景色，臣妾也觉得有点过呢。皇后与朕的大公主没有养大，哲妃的2公主没有降生，可怜她随着哲妃去了。如今朕啊，只剩这么1个女儿，又是嫡女，便是宠些也无妨啊。女儿就是惹人疼的。景色，来，到皇祖母这里来。去，来呀，景色。景色性子矜持，又被儿臣娇宠得不成样子。景色，快去皇祖母身边啊！快去！罢了罢了，毕竟是嫡出的公主，金枝玉叶，矜持一些。永皇，怎么不见你和皇祖母亲近？皇祖母，孙儿偶感风寒，不敢与皇祖母亲近。啊，哎呦，你看这永璋养得胖嘟嘟的，永莲这些日子也长高了不少，唯独永皇怎么还见瘦了呢？啊！回禀太后，大阿哥年前就一直没胃口，又贪玩，一个没看见就窜到雪地里去了，着了2场风寒。大阿哥再小也是主子，只有你们这些下人伺候不周的不是，怎会有主子的不是？大阿哥是皇帝的长子，小心伺候着才是。奴婢知罪，奴婢知罪。哎，这些皇孙们有个3病2痛的，哀家就忧心。皇嗣充足，才是兴旺鼎盛之景象。如今已是新年，新年新气象，你们一个个如花似玉的，在子嗣上也要加紧。皇帝呀，哀家说的对吗？皇娘说的是。长子和嫡子都尊贵，谁要是生下你登基之后的第1个皇子，更是尊贵无比。好了，你们都散了吧，哀家和皇帝、皇后说说话。
臣妾告退。去吧。皇后啊，宫里最近出了不少事，你都还应付得过来吗？后宫之事，儿臣虽觉得手生，可都还应付得来。哀家怎么听说妃妾们闹完了咸福宫，又闹养心殿，没得安生？儿臣年轻，料理六宫之事还无经验。皇后，你可是哀家名正言顺的儿媳，哀家疼你，但也不得不教导你。你呀，失之急切了。儿臣恭听皇额娘教诲。皇帝膝下就只这几个皇子，如今正是绵延子嗣的时候，你却让嫔妃们打扮的个个都像刚入关的女子一样，让皇帝睁着眼看谁去啊？太不上算了。儿臣知错。起来吧。你厉行节俭是不错，但是得顾着后宫和皇帝的颜面。命妇大臣们朝见的时候，不能看着他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穿的还不如他们。就譬如庙里的菩萨，没了金身，没了紫檀座，百姓们还会虔诚地拜下去吗？他们只会说寒酸，太寒酸了。你厉行节俭是不错，哪儿的人都可以裁撤，协芳殿的不可以。皇嗣为重，大阿哥是长子，这都已经得了2场风寒了。永皇要是有什么差错，你怎么对得起哲妃的在天之灵啊？皇额娘教训的是，这件事情是皇后有欠妥当，有皇额娘的指点，皇后日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皇后聪明贤惠，自然是一点就通。儿臣还请皇额娘多费心。你肯听教，哀家多费点心也没什么。皇上，皇上，皇后有事啊？臣妾想跟您说说话。朕陪皇额娘讲了许久的话，有些累了。对了，你有空啊，多教教景色。公主固然该有矜持，但也得懂事得体啊。是。起驾！臣妾恭送皇上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这是不高兴了吗？你去协芳殿，把永皇和永璋那儿的人手补齐。那咱们二阿哥那儿呢？永莲那儿这些人伺候足够了，不得不让。是。大阿哥越长大越有心思，皇上偶尔来协芳殿，大阿哥便处处比着要强，压过二阿哥的风头。皇后娘娘也正为这事儿焦心呢。一个庶长子，竟敢压在嫡子头上，简直是造反！您瞧，大阿哥病着还不忘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，奴婢可真是越发不敢当差了。你有什么不敢当差的？万事自有皇后娘娘呢，尽管放心去做。真的呀？姐姐是说嘉贵人吗？主嘛，乐什么呢？姑娘家听不得，听不得。先歇一歇，吃点心吧。又是什么新玩意儿啊？这是小厨房做的鱼蓉花糕，原是民间做给婴儿的吃食，
奴婢想着年下吃的荤腥，便做了些好刻画的点心。索性总是这么细心，挺好的。是，他事事都很细心的。既然是孩子吃的东西，你就多拿一些去，送到节芳店给三阿哥。是，姐姐对三阿哥真好。我们3个人里面，也就绿云有孩子，我还着实羡慕他呢。说来也奇怪，这纯平娘娘的三阿哥养得又肥又壮的，平日里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协芳店伺候的嬷嬷们对2阿哥都没有这么上心呢。3阿哥最小啊，照顾他是应该的。你待会儿要把点心送到照顾3阿哥的嬷嬷手上，看他喂着3阿哥，看他喜不喜欢。是。索心姐姐，哎呀，大阿哥，奴婢给大阿哥请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延禧宫新做的点心，奴婢拿去协芳店给3阿哥的。三弟什么好吃的都有，吃也吃不完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大阿哥很想吃吗？奴婢拿几块给大阿哥吧。这是贤娘娘给三弟的点心，你给了我，不怕贤娘娘责罚你吗？贤妃娘娘疼爱大阿哥，吃几块点心算什么呢？那不是贤妃身边的索心吗？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他跟大阿哥说什么呢？太后一向看重长子，想必是贤妃派人私下亲近吧。这小脸在哪玩的？一脸的灰。这早膳才用了半个时辰，您就吃得这么狼吞虎咽的？他们总不许我吃饱，才吃了半碗就说了饭菜，说怕我噎着，可我总是饿。他们是谁啊？都是伺候我的罗嬷嬷们。大阿哥，跟着您的人呢？他们都不喜欢跟着我，由着我逛。大阿哥，这点心您就偷偷藏着吃，千万不能说是奴婢给的，奴婢先告退了。那你也不能说我偷偷吃了点心啊，否则我也要挨骂的。奴婢也敢责骂阿哥？大阿哥，哎，大阿哥，是李嬷嬷，你快走，快走。哦，好的。大阿哥，哎呦，大阿哥，您怎么到处乱跑啊？赶紧跟奴婢回去吧，真是一点都不省心。你是说看见大阿哥并没有奴才跟着？是，大阿哥一个人从假山后面跑了出来，衣衫都沾了灰泥，定是没有人跟着。而且奴婢记得阿哥的衣领有油渍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晚膳，阿哥公主们的早膳清淡，不见荤腥，那油渍一定是隔夜的。这么说，咸芳店的人并没有好好看过大阿哥。奴婢一直听人说起，说协芳店照顾大阿哥的嬷嬷比照顾皇后娘娘的2阿哥的嬷嬷还要多，也许大阿哥顽劣也未可知。是大阿哥顽劣，还是协芳店的人有所懈怠？这要细细查了才知道。可是你刚才说大阿哥吃了点心怕挨骂，这倒真有奴才欺负主子的可能。这事儿啊，你先别往外说，免得有错事。奴婢知道。大阿哥也是可怜，才8岁，亲娘去得早，没人看顾，什么都不周全。姐姐，先别替别人的孩子想这么多，等你有了自己的小阿哥，那就好了。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啊，可是总是没有动静。会有的。这什么方子啊，这么苦？这是高大人特意寻来的，您再喝点吧。拿走拿走。主儿，喝了兴许啊，能有个阿哥。
受到恩宠也不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怀不上。你也别太心急了，您的气虚血瘀之症是打小落下的，这些年费神费心也没能好好养着。再调养下去，本宫的岁数也不饶人了。主儿，如果您急着要孩子，倒不如先养着大个。大个？皇后娘娘一直闲着他这个庶长子，便是他平日不动声色，本宫看苏莲的脸色就知道。就是因为是庶长子，由您来养着，母凭子贵，您的身份也就不一样了。您可听说皇后打发太医去看大阿哥了？就是因为太后器重长孙啊。您的身子调养好还需时日，若赶不上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那不吃亏了。不如先养着大阿哥，占了长子养母的名分。养母有什么用啊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太后不也是皇上的养母，照样母仪天下。那倒也是。可是皇后娘娘未必肯让本宫养着大阿哥。您别总想着皇后娘娘的心意，你也得为自己想想。您若抚养了大阿哥，以后也不必事事再看皇后的脸色了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？祖宗的家法本就有将生母卑微的孩子交给高位嫔妃抚养的先例，何况哲妃早年就难产轰了。这倒名正言顺。哲妃与皇后同宗，皇后一直不肯抚养大阿哥，不就是因为她不喜欢哲妃抢着她前头生下儿子吗？说起大阿哥，也挺可怜的。左右皇后娘娘不抚养大阿哥，皇后娘娘之下就是您了，大阿哥归您天经地义。等将来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大阿哥贴心就继续养着，不贴心就送回协芳殿去。这倒是个主意。大阿哥若能跟了我，于他于我都是个依靠。主儿，您还不知道吧？今儿奴婢打御花园过，看见贤妃身边的锁心跟大阿哥有说有笑的。您可得赶紧求求皇上，保不定贤妃也打着这样的主意呢。若被他占了先机，他不是更得意了？那可不行。本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能碎了贤妃的心。哼，这个贤妃事事争抢，真是惹人嫌。自要方正，如人品格，手腕用尽，不可太过。儿臣每日都练字，皇阿玛给的字帖，儿臣一直放在案头。好，你是朕的第一个儿子，一定要好好争气，才能给弟弟们做表率，知道吗？儿臣在兄弟间居长，肩负重任，不敢有负皇阿玛期望。好。臣妾儿臣给皇上请安。见过皇额娘，大哥哥、二弟。都起来吧。皇后怎么来了？刚才去协芳殿看永莲，永莲说她想皇阿玛了。好孩子，皇阿玛也想你。永皇近来身子怎么样？回皇额娘，都好全了。大哥写字，皇阿玛，儿臣也想读书。好啊，真是上进啊！朕呐，已经在替你找师傅了。你该去上书房念书了。永皇，有空的时候也多教教永莲，知道吗？儿臣明白，儿臣居长一定会尽心教导弟弟们的。好，这才是长子的气度，是不是啊，皇后？好孩子。永皇和永莲都很上进，本宫真是欣慰。大阿哥那么喜欢在皇上面前显摆，生怕立太子的时候忘了立贤立长这一茬呢。长子的身份是很尊贵，永皇也聪明，远胜了永璋许多。可奴婢听李嬷嬷说，大阿哥时常以长子自居，一心要为哲妃争气，在皇上面前表现。
这还是哲妃在时教的呢。那这孩子心气儿也太高了，你得告诉那些嬷嬷和太监，得好生教导着。是。停轿。臣妾请皇上安。起来吧。西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3个月之期已到，您怎么的也得原谅了臣妾，许臣妾半价了吧？都3个月了，那你可有好些啊？臣妾的病是好了，可是身上还是不爽快。你这话自相矛盾。齐太医心灵圣手，可缓得了臣妾的寒症，却缓不了臣妾的心症。此话怎讲啊？1日不见如隔3秋，3月不见，便似100多年未见皇上。臣妾相思难解，心中郁郁。这大庭广众的，你说这话，不怕羞啊？臣妾一片真心，为何怕羞？要是皇上再不来，臣妾便好不得了。矫情！皇上，您刚才说一会儿去延禧宫。皇上，贤妃妹妹得了您那么久的陪伴，她不会跟臣妾争这一回吧？唉，皇上，拿你没办法。落轿。落轿。给贤妃娘娘请安。哎呦，贤妃娘娘您久等了，皇上去了咸福宫，让奴才来回禀一声。王公公辛苦了，只是要说早该来说一声，为何闹得这样晚？皇上宿在了咸福宫，奴才得去进士房通告一声记档啊。奴才就这2条腿，一来二去的就耽搁了。皇上歇下就好了，有劳贵妃侍驾。王公公，夜深了，出去的时候慢慢走。三宝，替王公公掌灯。不敢劳动了，奴才还是自个儿走吧。谢贤妃娘娘。走。主儿，皇上不是说这3个月贵妃不半价吗？已经3个月了，那他就这么按耐不住了？你让贵妃不争宠，那可难了。他就是见不得主得宠，也是他眼皮子浅，跟谁没有个做官的阿玛似的。阿若，你阿妈贵夺外放做官，还颇有政绩，你心里得意，说话就更得仔细些。奴婢就是不乐意见到贵妃那个样子。人心里的不乐意啊，放在自己心里就行了。这一旦说出去，让旁人听见了，容易生是非风波。奴婢要不是跟着主打小伺候，这些话也不敢说。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官家小姐，行事稳重些，不必事事出头，言语尖酸。人得尊重自己，旁人才能尊重你。奴婢知错了。你出去吧，让锁心进来伺候。是。哎，阿若姐姐，阿若姐姐，主儿安置了吗？要不要送些茶点进去？要你瞎操心什么？你操心了，人家还未必当你是这份心意呢。主儿又责怪姐姐了。哎，这主儿啊，也是心烦，嘴上说过了，回头照样疼姐姐的。凭谁也比不上您跟主儿亲呢。何况姐姐的阿玛都外放出去做官了，这以后的前程好着呢。何况您还是主儿的陪嫁。好啦，里头索性伺候着，我先去歇歇。你勤谨着点儿，留意着主要什么。哎，主儿，喝碗甜酪吧。嗯。其实阿若说的也没有错，
只是什么他都喜欢放在嘴上罢了。他也是替主着急嘛。这我自然明白，但这是宫里，许多话不能放在嘴上，许多事儿急也是急不来的。主自然心定。可是奴婢旁眼瞧着，这宫里的恩宠真的是没个定数。贵妃不声不响的就负了宠，之前皇上担着您，竟然是因为太后的一句话。虽说这宫里的恩宠今日来明日走，可是我相信皇上与我的情谊，皇上让我放心，我也盼着能与皇上知心，替皇上解忧。这满宫里最能与皇上知心、替皇上解忧的，就是主啊。皇上有一桩心事，心里总是不踏实。那是什么事？皇上生母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风言风语，听人说过，说皇上的生母是热河行宫的宫女李金贵。皇上忌讳身世，但对于李氏，他总是惦记着。李氏至今无名无分，对皇上来说是个缺憾。皇上嘴上不能说，我总想着给皇上补上。主，这可使不得呀！不要说皇上会不会答应，就是太后那里是肯定容不下您的。自然不能说是生母，说了生母，李氏要追封的就是圣母皇太后，太后当然不会放过我。于皇上也是无脸，更甚的说我张扬皇家私密，那是即刻要废入冷宫的。避开这个，再想想法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跟皇上提的。主可一定要三思再三思。可是这是皇上最重的心事，我总想着和他一起弥补，哪怕弥补一点点。臣妾就是舍不得皇上嘛，臣妾不想让皇上走。你舍不得也得舍，朕得上朝啊。臣妾3个月都未伴驾了，心中愧疚得很，所以多伺候皇上一刻，也是臣妾的福气。上回不让你伴驾，也是因为你寒症的缘故，这病着还要侍奉朕，朕也于心不忍。如今你养好了，朕自然要来看你。真的？嗯。那皇上这3个月，有没有想着臣妾？你猜？臣妾不猜。自然有的。那皇上只许记着臣妾的好，臣妾若有不是，皇上必须都得忘了。唉，你呀，总让朕生不起气来。皇上，臣妾这3个月静心思过，想着愧对皇上，一直没能给您添个孩子。你养好身子再说啊。可是平常皇上不在，咸福宫里冷冷清清的，臣妾想着，若是有个孩子，哪怕不是自己的，也能热闹些。你昨夜来求朕，也是为了要抚养永皇之师。为了这事儿啊，朕还丢下了娴妃。今天是2月初10，是娴妃的生辰，皇上自然是要去看她的，少一晚又怎么了？皇上，你就把大阿哥交给臣妾抚养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容朕想想啊，朕去早朝，晚些再来看你。是。